不知你伫倒位，袂当甲你相见，孤单的我心稀微。相爱的人就是你，如今你我来分开，看着你的相片，想起你我过去，伤心目屎流袂离。听到李明阳的歌声，自然就会想到城市。这条无你的城市，是伊鼓励原底咧写华语歌已经真出名的好朋友陈鸿明改写台语歌。行过这条路来，从此以后，陈鸿明老师嘛发表真侪感动人台语的作品。尤其这几年，伫咧广播界名主持人刘玉林，甲伊互相支持之下，去到台湾一世界弹吉他，讲校园民歌，讲过去伊写华语歌、台语歌的历史，分人听。咱先来听刘玉林讲起伊亲近观察这位作曲家上界深入的体会甲感动。伊是一个真好斗阵，但是家己的意志蛮坚强的。他其实是一个很阳光、很大方，一个很开朗的人，所以他的作品能够在音乐上做表现的时阵，伊有法度伊的作品、伊的创作、伊会当发表的时阵，我想这是人生同快乐的。伊唱歌，伊的功力真正足好的。伊太会唱歌，但是你要有迄个舞台啊，你要有迄个机会啊。伊的声，伊的中音哦，他的中音的迄个温润度哦，那个暖度，真的会勾勒人的。伊声足水的啊，足亲切的，这就是伊的优势。这几当来，伊开做一精神伫咱这个河洛话台语歌曲内底，同主要一方面，伊对这个部分伊本身有兴趣，啊，只是迄个时阵，囡仔时代读册的时阵，可能就是以国语歌为主。伊反倒当是因为台语歌曲，互伊一个平台，互伊当做发挥。啊，伊即马伫内底嘛如鱼得水。你定定认为讲，啊，人生都有机会，啊，搁来得好，啊，若欠啥无要紧，若较辛苦嘛无要紧。你认为这个天公伯啊，一定有互你这个机会。这句话一直拢放伫我心内，我嘛非常的甘心。即马咧负责你的这个活动，加你一切，我希望我会当互你较轻松。啊，这个部分当然咱大家做伙一直拍拼。啊，当然伫台湾，伫咱任何地方一定有足个机会咧等咱。啊，咱就继续努力。陈鸿明这个名，迄个方毋是民歌教父，也是讲是作词作曲的一个创作人。我希望是下摆大家叫伊出来，互大家尊敬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名号。啊，咱做伙加油！啊，你加油，我嘛加油。赛思乡，船入港，半暝爬起来将。赛思乡，船入港，半暝爬起来将。的步，日头来带路，宝鸟啊在天顶叫，无看嘛来广播，地花甲风浪条条，棉袄种土豆，小光土豆是上界赞，面线炒石好，赛事的暗暝。为
带路，海涌大桥小遗骸，牵手来散步。灯塔船花做红某，互相来照顾。西施的热情像花露，斗阵来佚佗。东顶过海是马景，西边看海日头落。好厝炮台啊，角水果。讲阮古早叫父王岛，西施乡船入港，换名爬起来将。西施乡船入港，换名爬起来将。西施的下晡，日头来带路，布鸟仔在天顶叫，布歌嘛来讲古。地花甲风浪条条，鸟情土豆，小光糊涂是上爱知，面线插石糊。西施的暗暝，月娘来带路，海涌大桥小遗骸，牵手来散步。灯塔船花做红某，互相来照顾。西施的热情像花露，斗阵来佚佗。东边过海是马景，西边看海日头落。好厝炮台啊，角水果。讲阮古早叫父王岛，西施乡船入港，半暝爬起来将。西施乡船入港，半暝爬起来将。西施乡船入港，半暝爬起来将。西施乡船入港。半暝爬起来将。自40-50当前，校园民歌的时代开始伫艺界伫歌坛发挥。到这几年，台语歌的杰作、感动人迄度的作品写足济。咱今来欢迎名作词作曲家陈鸿明老师，老师欢迎。哎，国政你好，哈，今仔有机会来参加到咱我心爱的歌哈，这个节目我感觉足荣幸的。像讲，阮头拄见面，听你咧唱《西施乡》，这偏好的歌，真特色的，正乡土原味的呢。西施乡是我写我的故乡啦，因为我都西施人，
哦，迄个所在算讲一个算偏僻的小岛嘛，小岛市啊。但是这个都市馆顶的这个传统真济，所以西施乡半命爬起来种，当初是讲这个时代西施时代古早人咧讲的一句话啦，讲啊都半命啊，渔船转来大家咧搬迄个渔获的时阵大家在咧讲话迄个叫安尼因西施人声都较大听起来敢若咧小种共款安尼其实是足快乐的今仔个丰收就西施乡。半命爬起来种写歌，我当然是为写国语歌开始因为校园民歌遐迄个时代开始写。但是我感觉伫台湾这个土地第一个流行歌都是台语歌。日本时代邓雨贤因迄阵写的《日月望雨》，因为我是一个这个校园民歌迄个年代的作者嘛但是呢，我感觉邓雨贤迄个年代都是台湾的校园民歌，敢若校园民歌共款，就咱台湾的流行歌，会使讲为迄阵开始发展出来。所以我写台语歌，我就感觉台语歌应该是迄个味爱存，迄个年代，迄个正港的台语歌。老师真济在平湖的这个文化，你拢应用伫你的歌内底，一乡。一庄，你拢共写一条歌。算讲天公伯啊，好我有这个机会我会晓写歌，所以我感觉做一个平湖人一个平湖囡仔，总是会使转去为了咱故乡来写几块故乡的歌来代表故乡的这个心情也好，特色也好，我感觉这是我的荣幸所以转去平湖，50岁转去平湖。我就是要完成这个人生的任务啦。歌就是写出来，都爱互人听，互人想，毋茫讲这歌会使久久长长，100年了后，佫会使流传落去，代表一个文化，代表一个在地的一个这个传承。少年的时阵是安怎讲对音乐？深开始产生兴趣是啥物缘分？为细汉开始就我就爱学白唱歌，做囡仔的时阵就安尼。那别个囡仔咧唱哥哥爸爸真伟大的时阵我就唱我家己爱的歌，迄歌拢学白嗨啦。咧创作就对了。嘿啦，但是迄阵较时代拢讲，你囡仔人唱咧白贼歌，拢毋捌听过，拢讲白贼歌，因为我7岁就到台北留学读小学啦。高一的时阵，阿姑带一支吉他，为平湖带一支吉他来阮兜，带来阮兜，伊在那弹吉他，唱英文歌。我哇，一支吉他会使安尼弹会使唱歌。我咱安尼偷学，我吉他无去甲老师学我都看阿姑安怎弹家己安尼用画图的方式我看饲倒位安尼。家己苦练练出来。高中2年级3年级才写第一首歌，就是别了彩云。写迄首歌了后，去参加比赛，结果海山就感觉迄歌袂歹，就邀请阮去参加这个民谣风的唱片录制。就毋知安怎，就变一个校园民歌手。一路咱一直行，咱行到即阵。若说翻头来甲想一下，迄个时阵开始台湾有真侪少年人，咧写家己的经验，写家己的心声，或者民歌的运动。你原来发表足侪作品，尤其咱真知影，就是迄条2字的歌名。你讲飞扬时光迄条歌名6字6字啦。我想讲是2字咧，大家拢讲迄条都是谁啊？足侪人去 KTV 若要点这首歌，拢点无就是啊。对。拢点是谁啦？无就点是谁在敲打我窗啦？这首歌当初是我18岁迄阵迄阵第一年大学无考着嘛佮重考，咧有一阿嬷伫台北，都伫背这个英文，背到一半，咱突然间落雨，落雨水拍伫迄个窗仔门关顶的声我想到我以早7岁正伫平湖的日子，是安那？因为平湖旱地落雨，所以若落雨我是足欢喜的足爱落雨来听迄个雨声。
所以咱突然间有这个感觉了，咱得纸吼就写一个是谁在敲打我窗安尼。迄暗嘛，咱甲这首歌给写完，后来就发有机会，拄啊蔡琴要出专辑嘛，所以只是想故乡澎湖平遥对我的迄个心情，想厝的心情啦。无怪有这被遗忘的时光。不过老师，你拄仔咧讲，是歌手蔡琴先听到，才甲制作人讲伊指定要唱这条歌，安尼毋你写完，完了加减有出去发表。无，阮迄阵定来去参加迄个各地演唱会，拢会坐共一辆游览车，吼，新歌的啦，10几个歌手坐一辆车落去表演，伫车顶我有一首新歌，你听看卖，安尼是安尼尔啦，还是听了有印象安尼，甲制作人讲，制作人讲，曾国明你首歌摕来听看卖，安尼。天公伯安排啦。过去秋也像我双人影，如今秋风像雨来相随。过去天涯海角的情话，如今每日心头想是苦。爱你，爱你，爱你，我爱你。望你幸福会当伴一生，想你想你想你我想你，对你的爱永远放袂离。缘分行到这，感谢有你爱过我，秋风秋雨秋也情。爱人啊，离开迄一日，伤心目屎在胸前。双人的情头犹原在，只剩一人一张床。过去秋也像我双人影。如今秋风像雨来相随，过去天涯海角的情话，如今每日心头想是苦。爱你，爱你，爱你，我爱你，望你幸福会当伴一生。想你，想你，想你，我想你，对你的爱永远放袂离。缘分行到这，
感受你爱过我，秋风秋雨秋夜情，缘分行到这，感受你爱过我，秋风秋雨秋夜情。天安排被遗忘的时光这条歌，迄度流行唱过6摆。这整个天公伯安排。当初18月迄年写这首歌吼，后来发表伫蔡琴的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内底。以后，这首歌嘛无啥物做宣传啊，也无啥物迄落吼。但是奇怪咧，每一年咧新闻内底会看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若讲到蔡琴，讲到金马奖，讲到啥，吼，后来佫过几年啊，《无间道》摕电影出来，佫摕来做片尾曲，互这首歌的生命吼，佫一届佫呈现出来吼。金马奖50几年，今年算60年啊嘛。这首歌伫这颁奖典礼唱9遍9届，所以我讲天公伯啊，就讲用这首歌来鼓励我，讲你爱佫继续写歌，吼，但是我爱佫写到什么歌我唔知，我只有是继续一直写落去写到我无法度写为止。老师，迄个时阵电影公司来甲你讲，阮要用这首歌，电影播出遮轰动，老师你一定原来感觉真有民主，真欢喜哦。我迄阵嘛是走去电影院去看电影，才知影讲哦，伊放在倒位，哦，原来伊放在上后壁。讲放在上后壁，但是大家拢无人离开啊。甲迄个歌听完，得离开安尼，得煞去。第3集的时阵，这导演来台湾做这个酒会开演的这个酒会吼，邀请我去。迄天我甲这个导演啊见着面，哦，来了解。因为个人就蛮喜欢这个歌啦，因为迄阵第一届听，迄个导演是大学4年级，伫台湾读大学，听到了后，伊转去香港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伊会想讲，看有机会倒一个电影会使用这首歌来做这个主题曲吼，拢无，但一直电影一直拍，一直甲摕到《无间道》的。这个剧本，伊讲奇怪，伊在分镜的时候，在写剧本的时候，满脑子拢是这首被遗忘的时光。但是这个《无间道》的内容都无共啊，所以应该发展迄个视听室2个坐啊，你听这个声是安尼来，安尼落去，所有观众就调的啊。迄2字是谁唱出来？大家都袂啊。就让更年轻的吼，甲少年啊吼，少年的朋友，伊有机会佫听到这首老歌，得佫甲这个歌的生命佫延续到即阵。好莱坞迄边要拍这个《神鬼无间》嘛，行去《无间道》迄个剧本要拍这个美国片嘛。就想讲透过这香港的唱片公司甲联络啊，都讲要用这首啦，来做电影的主题曲啦。但是讲的条件，算讲英文书人写好啊，我就同意就会使啊。但是因开出来条件，我感觉不尊重我，因为有一些想要就是什么这个比例的部分呢，我想讲没关系啦，算了啦，所以我没有答应。我是感觉，咱该得的，咱的权利，咱嘛是爱保护啦。美国的无，但是法国的就有啊。法国这个，因如果讲出资的就是那个叫做寻找红气球，伊是当初是请咱台湾的导演侯孝贤，侯导，伊咧讲这写这个寻找红气球的剧本的时阵嘛是讲。那种首歌咱造出来，
就打电话我，伊讲洪明啊，这首歌来做这法语版吼，敢好？往好啊，那唔好。所以这首歌就有法国的这个版本啊，伊叫歌名叫《亲亲》，伊是一个法国的女歌手叫卡米尔所唱的啊，咱做这《寻找红气球》这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即摆嘛，国语、客家的、法语的吼，西藏语，吼台语，吼，安尼5种语言。台语的词吼，嘿，敢嘛那你家己写？台语的词有2种，一个是方向咱写的，放袂记时间，吼，另外是我家己写的是今夜的情歌，这词要是当作去小兰玛雅唱的。头一摆来台语音乐的节目，敢会当互我塞奶一个？现场语答互阮听一个，你家己写歌词台语版的《今夜的情歌》，好不好？我歌词可能会人放袂记哦，会唱唔对哦。我讲一支吉他安尼在唱，比这个唱卡拉较好。今夜的情歌，我这首歌当初做台语版，我是希望讲，表现一个安尼就安尼一点点塞奶，然后很幸福的迄个感觉，吼，他没有无迄个。没有那种忧郁悲伤的感觉。今夜又是落雨的暝，今夜又是寂寞的暝。窗外一阵阵的雨声，今夜一首愁思的歌，今夜总是思念着伊，今夜。伊是思无的人，窗外一阵阵的雨声，今夜犹原思无着你，又因你风送的情。咱两人相爱的迄首歌，小雨啊，一直慢慢地落，只要你，咱的情歌。今夜的光照着咱的路，散步淡水河边，也是春夜闪烁，观音山轮遥遥，把你灯火相随，相爱的人双人影。春风吹呀吹，心花飞呀飞，淡水也是这呢水。有你伫身边，两人分袂开，人生的路做阵行。
春风吹呀吹，心花飞呀飞，淡水也是这迷人。幸福无撇步，恋爱谁人顾？你是我，我是你。淡水好味，也是春夜相思。观音山轮遥遥，把你灵火相随。相爱的人双人影，春风吹呀吹，心花飞呀飞，淡水也是这呢水。有你伫身边，两人分袂开，人生的路做阵行。春风吹呀吹，心花飞呀飞，你的笑容这迷人。幸福无撇步，恋爱谁人顾？你是我，我是你。春风吹呀吹，心花飞呀飞，淡水也是这迷人。幸福无撇步，恋爱谁人顾？你是我，我是你。你读高中的时阵，你若句单语读互你听，毋知是甲你请还是甲你害。敢若有一段期间，音乐的路行了讲，毋是介顺时去做公职人员是无？音乐这条路本来就是不归路啦。老实讲，你讲要顺时，顺时对于音乐创作，敢是件好代志，嘛无一定啦。啊，我总是感觉人生拢是考验啦。啊，天公伯仔咧考验我，可能互我较袂顺时的，互我有即个更较多的心思来对创作的这条路更多的一个鼓励。当然啦，有当时啊日子过了无好的时阵，嘛是会感觉到咱足艰苦的吼，心情足无好。但是我从来毋捌想到讲爱放弃这件事。当初我无搁继续行是妥协，我是算讲甲厝的妥协，因为阮老爸都本来就无介意我行音乐这条路，所以后来我讲好啦，无我来做警察，吼，公务人员上安全的嘛，所以去做警察做11年。老实讲，嘛因为警察这个工作，互我搁看到更多。搁较侪即个一般的人所接受袂到的代志吼，啊，人的艰苦，人的即个生离死别，也是讲即个社会上的即个千百种的即个状况，互我搁较侪创作的即个能源，所以讲总过一句话，写歌是我家己选择的。无人提前甲啊，对，所以过好过歹嘛是世人啦。啊，是啊，我嘛一句话，台湾人咧讲的，命带骨，夜刀写袂落。别人做警察就做警察，你搁去参加电视的歌唱比赛，搁去五等奖，嘛是搁唱歌，搁写歌。啊，迄都是境界内底唱歌，知影讲我是一个校园民歌手啊。啊，所以我也为外勤调去内勤啊。
啊，调来琴了，我的业务都是咧做这个提振士气的啊。伫单位内底就办过演讲比赛啦、歌唱比赛有诶无诶啊。啊，后来就顶我就讲，啊五等奖迄阵还阁有伫诶嘛吼。啊无咱这个增进警民关系，我办一个组一队吼去参加五等奖安尼。这有拄有关，我家己拢会袂记啊呢。我家己拢袂记啊，几啊年啊，袂记啊几啊年啊。只要准你大准你的时候，突然间人咧讲，佮想到，哎对哦，我嘛摕过五度关的哦。可见老师这世人音乐的奖、音乐的扑克声享受有够济，连有拄有关的我都放袂记。什么奖对我来讲，其实毋是讲无重要，但是在我心内是不存在。我写歌是希望讲会使写到一首歌，安尼流传落去，啊，互这个子孙仔讲啊，这恁阿公写的物件吼。写歌是希望讲有时候写到一首好听的歌，大家听落安尼感动，安尼心情的快活。我感觉这是我的想法，我写歌的目的。这种对我来讲无感觉。老师毋过吼，写出一条咱家己足得意的歌，迄个完成迄个吼，足有感觉。原创是最重要的啦，因为任何一首歌啦，会使流传遮久，好听的歌拢是原创的歌。但是原创的歌，老实讲嘛无好写啦，吼。啊，总是你着搁来写，吼，搁来写，搁来去感心别人的故事。去感动咱家己本身所接触的咱的生命内底每一分每一秒，总是这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啦。我定咧甲少年仔在开讲，我就开玩笑讲，我的愿望是希望讲几百年后吼，有一天吼外星人来地球，啊突然间咱摕到一块 CD， 这是啥物件？哦，啊无，给解开个那个放我听，哎，啊那真好听吼！哦，结果内底迄是我写的，哇，迄毋得偌好诶，对无？在写歌的时阵是真艰苦，尤其上艰苦的时阵，就是要准备要完成的迄个时间上艰苦。歌完成了后，咱脑细胞敢若死足多安尼，死了搁重生。但是我若写歌。我跟这年轻朋友，你喜欢写歌的朋友来跟你分享，就我每一首歌写完了后，我就放了，我就无咧插伊啊。一礼拜10天半个月了后，我都搁摕出来听。迄阵第二届搁听了，讲会使，这首歌就 OK。听哇，那只阿里不达的种拗歌的歌，我都给拆掉。老实讲，我。每一分每一秒，我足侪旋律伫我脑海内底，在困还是共款，就是安尼旋律是一直在走动的吼。只是我当时要给掠落安尼，所以我就感觉讲，写歌是你要懂得去记录，把这个你要记的遐物件掠落记录，吼。啊，要写的时阵，莫想讲你要写什么好歌，我感觉迄拢是假想的啦。你要真心真意去把你心内想要表达的这个旋律、这个歌词、这个故事啊，一点一滴安尼给记录起来，啊，再来看。好歌歹歌，毋是作者的决定，是听的人的决定。啊，你安尼偏学囡仔，少年的时阵。就伫校园民歌安尼这样发挥，是甲当时什么款的经过，才人甲你讲，无你嘛会当来写台语歌。这爱讲到一个歌手叫李明阳，明阳兄来几落摆，凶手就是伊啦。当初算讲，这讲一下见笑代啦吼。因为我家己的这个婚姻捌出过一个状况吼。啊，迄阵拄啊心情足歹的时阵，等阮情某的迄段时间，里面也是定定拢半暝啊，就敲电话甲我开讲，吼啊鼓励啊，甲迄个有一天伊就甲我讲，伊讲，
啊，你嘛写一首啊台语的《被遗忘时光》，互我听，互我唱，安尼啦吼。讲被遗忘时光一首尔，无可能搁写第二首的《被遗忘时光》吼。但是既然你要开嘴啊，后来我试看卖，我毋捌写过台语歌，啊，我就答应了，我就开始来写。啊，要写的时阵，发现要写台语歌比写国语歌搁较困难。是安怎讲？国语歌你会使看歌词了解这首歌，台语歌要用听，爱听有捌你才知影这首歌。所以，搁再加上台语的这个声韵哈，比国语声无共。台语的歌爱足口语化，因为你口语化了后，你的旋律甲这个歌词到做伙有足口语的时阵，你唱出来人免看歌词都听有。国语歌毋是哦。国语歌老实讲，你毋是简单的词尔，你还个词藻爱水，才会落去人即带出这国语歌这个特色出来。所以台语歌比国语歌较歹写，对我来讲。是毋是有一种思念，只有望子才知晓？是毋是有一种记忆，只有相识甲稀微？是毋是有一种滋味，只有梦中才甜蜜？是毋是有一种情爱，只有梦痴目驶离？慢慢到深更梦中来相见，梦里梦甲醒，思念风吹来，找无你的爱，想你的暗暝。梦里倒转来，梦中来相见，梦里梦甲醒，心爱的你伫倒？是毋是有一种滋味，只有梦中才甜蜜？是毋是有一种情爱，只有梦痴目驶离？慢慢到深更梦中来相见，梦里梦甲醒，思念风吹来，找无你的爱，想你的暗暝。梦里倒转来，梦中来相见，梦里梦甲醒，心爱的你伫倒位？慢慢到深更梦中来相见，梦里梦甲醒，思念风吹来，找无你的爱，想你的暗暝。梦里倒转来，梦中来相见，梦里梦甲醒，心爱的
甲陈鸿明老师同款，对音乐足顶真，一个真正国青心目中的音乐家。永宏大哥，搁再来开讲，多谢。是，真欢喜甲陈鸿明老师斗阵吼，拢是音乐人啊。哦，对啊，今仔我都甲伊坐这边仔实在足开心的。是，这是阮的福气。大哥，你对陈鸿明老师的作品吼，一定是足意爱，安尼甲一着，近来常常咧甲伊合作。我第一遍听到伊的歌的时候，就被他吸引了，因为唱片公司。头家就是华特唱片嘛，吼，这几年来我就是每一年拢出一块片，啊，头家就摕你的 demo 来听，就是安尼自弹自唱的感觉。我用手机啊录的。系啊，啊，听起来就足感动的啊！啊，头家就甲我介绍讲，哦，这较早写民歌，啊，我就知影你什么人啊。啊，但是伊唱台语歌有它特别的味道，所以我第一条歌就唱到迄条《望你望到青》，哦，足感动的。哦，这唔知叫放啥个偌忝的迄种感觉，足有感情啊！你尤其是爱失恋100摆都有啦。真的哦。啊，所以像我以前嘛是定咧失恋，所以我走我到甲唱甲做滚溜啊你。我感觉我的歌吼，方方来唱吼，我个人我感觉伊表达会使讲甲我写的这个故事，伊阁用伊的本身的一个故事传得出去。毋是唱歌，我的迄落，伊已经唱变成伊家己的。变成我家己的。对，我感觉这是足重要一件代志。老师，我听讲吼，《望你望甲青》这条歌吼，是已经无法度搁再挽回，迄个人已经永远离开，剩伫咧梦中会当见面，才写出来的。咱就爱着一个人啊。对。啊，但是都缘分也到啊，吼，缘分也到，你都无法度强求。但是在咱的生命的其中的这每一天每一暗啊，总是阁会想到，但是想到的时阵已经就伫梦中到法度，这个快乐、这个幸福、这个伤心，拢伫梦内底啦有啊。就是讲酸酸啊啦，啊，但是无讲感觉安尼吼，啊，足怨叹安尼啦，但是还是美好的这边还是会让你眼珠子在那边转安尼啦。是。方龙甲这首歌唱甲足好，迄阵算讲咱唱合作第一首歌哦。啊，你有时啊接到伊的歌吼，佫会甲伊研究讲，这爱改啥，遐爱改啥，对吧？阮会切磋啦，因为阮差不多共时代的人嘛，经历的都差不多嘛，所以我咧讲啥伊拢听有，啊咧讲啥我嘛听有，啊，所以很容易沟通。我写好伊唱的是《望你望到这》第一首嘛，啊，第二首叫做《爱的歌》吼。对，爱爱的歌迄首嘛，我感觉足趣味啊！你当初咧选这首歌嘛，感觉足惊讶，但是我都感觉讲你为虾米要经迄首歌？是吼，因为有一点宗教的信仰，所以他写的也是蛮那种充满爱啦，一种感觉。对，我是讲写歌要第一个正向，第二个要宽。对，爱看。这个过程来的物件，爱就有这个生命、生命，安尼来。我感觉这种歌有法度去感动人。对。我好讲陈老师，就算是写苦楚的歌，嘛有一种美感。像大哥咧唱《秋风秋雨秋也静》，迄个煞尾句，对，唯美的感觉。其实一经到这首歌的时阵，我就足期待。我足期待就是。伊咧唱秋风秋雨秋也静，因为最后一句吼，老实讲袂使伤重啊。对，吼，因为已经过去啊嘛。嘿啊，袂使伤重。一般的人可一定唱秋风秋雨秋也，哇，安尼弯来弯去吼，但是伊安就安尼自然安尼。迄味就对啊，唔敢嫌啦。无，我感觉我感觉伊最近伊唱的歌吼，甲伊早少年时阵唱的迄个感觉已经无相共啊吼。即摆正经是男人吼，较早较幼稚啊。以前是男孩。对。杨红兄的人生，我感觉讲即马是。当圆满的时阵，是啊，老师的人生即马是当开阔的时阵，是。恁两个安尼相逢，对啊。实在吼，台语歌坛
加足侪，会当流传足久、感动人的作品。唱片公司会甲我讲即摆伊咧收歌，但是我袂讲为着伊来专门讲来设想一首歌，咁安呢？嘿，我袂安尼，老师，安尼我要抓包哦。我袂安尼有。一条歌吼，可能真正有为着伊写的，别人无法度唱。我即摆讲你就知啊，淡水夜色。哦，对啊，这是我一个起头，因为迄阵我就是甲伊咧开讲，讲阮爸爸有一条歌叫《淡水木心》，嘿，咱嘛一定要来写一条现代的淡水木心，就是淡水夜色。安尼我咧讲有准哦，都假啦，别人袂使唱。这刚才伊甲你点菜。对啊，伊淡水木色吼，迄首歌吼，迄深度太深的啊。老实讲太深的，迄我无法度。但是后来我是只淡水木夜色，我是感觉讲，我是以我个人即摆伫淡水河边咧行的时阵，即摆的淡水甲以前的淡水总是无共。无共款。嘿啊，所以以即摆的淡水来表达。对。迄首歌无好唱的。这条歌好听咧，我家己咧唱安尼做轻松迄种感觉，因为台语歌真少有这种 skate 的感觉嘛。就是我咧做个一个青春少女安尼当说啊，对说的非常可爱、非常好的俏皮的一首歌。陈老师即马吼，逐世纪出去外口咧举办演唱会，一个人演唱会啦，讲歌谣的历史，唱互恁听，真正要经一工去听你讲现场的呢。对啊，即摆都交我经纪人吼，玉林，阮都徛在做这个全国的这个巡回这个讲唱会。我是希望透过讲一个讲，一个唱，这个中间咱分享这个台湾的流行音乐这个过程，对，甲写作的这个心得的分享，听好歌。嘿，这个年纪较大的时阵听这好歌，伊是老歌，但是呢，较少年的听这好歌，伊是新歌，因为伊毋捌听过，所以伊都毋是老歌，伊是新歌。是，希望讲安尼透过这个讲唱会，安尼会使讲互这个少年的朋友安尼来对咱当初咱的流行音乐这个过程，更较了解，因为咱。伊若要写歌，会使更进一步的更多的这个资源整合来写更较好的歌，让咱台湾的这个流行音乐会使继续落去。对，大可惜就是热情呢，对，就是对音乐佫有足大的热情，才有法度安尼巡回安尼表演。对，无简单的，规场要唱落来吼。都是伊有伫遐咧唱，佫有这种热情，对音乐的热爱，为民歌时代唱到这阵所以他有这个资格去说出来，互新的一辈知影讲，咱拢做用心咧为台湾贡献，做一寡好的音乐留落来。台湾是一个宝地，是宝地福地，咱足幸福的，咱这世人听太侪好听的歌。系啊。台湾是宝地，台语歌更加是文化的宝库。老师，你就爱继续一直写台语歌，互英雄兄，互阮这个歌迷一直感动，一直体会到你原创迄种的力量。今仔日既然来到现场，我拜托，甲世界电影明星同款，伫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印一个互阮流乱的手印。老师请。好，来，这阵哦，来，来。老师请坐。好，哎呀，有力哦。我听英雄兄，听陈老师两个咧对答，心内敢若浮出讲，互相中间恁是知音，上天上好的安排。是。我还要拜托陈老师继续写歌，继续互阮所有的歌迷来做恁两个的知音。写歌是即摆我唯一有法度做的代志，嘛是我唯一想要做的代志。是，会写甲尽量写，努力写，写甲袂写为止啦。阮拢咧期待哦，老师讲到爱决定，爱准算哦。是，多谢，老师多谢英雄兄，多谢。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老师多谢，老师。谢谢。欢迎你吼，下回继续写新歌吼，继续互我两包，互我发觉讲，倒一条歌是专门为英雄兄写，是你甲你点菜。